字代表一个人，有很多机会你必须了解对方的名字怎么称呼。比方说了，你今天要跟人家互相留姓名、电话的时候，你就要用到这句话：你언더 맡기면，你언더 맡기면，你언더 맡기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那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怎么用这句话呢？走，你언더 맡기면。哎，好像有听到有人在叫，在哭哎，我去看看哦。哎，小朋友，你怎么了啊？做马给都亚比叫，为什么在这里哭啊？我爸妈妈给我的钱包弄丢了。啊？钱弄丢了，钱唔见摕了啊？唔敢转不下。唔敢转不下，不敢回家啊？那你先想想看哈，你刚刚玩的地方大概在什么地方？大概在那附近吧。哦，这里这么大，可能很难找哎，懂困难哦。你언더 맡기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小杰。小杰哈，那你莫叫，不要哭，好不好？那待会呢，我带你去警察局，警察局，请警察先生帮忙看有没有人捡到，可以送到警察局，好不好？然后之后你就可以转不哈啦，可以回家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那不要哭。那我们现在警察局大概在那边，我们先过去那边。好，好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教的所有的客家话。复习时间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언더 맡기면，你언더 맡기면。为什么？做马给，做马给。哭，叫，叫。回家，转不下，转不下。警察局，警察局，警察局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分享客家，聽下嚟講客家吧。